下。是。
偿命，来偿命，不偿命，不偿命。好。
万岁！万岁！命你某某为挂帅出征，你兄妹为马前先行，回府去吧。谢万岁！妹妹，万岁此在赵特帅印，母亲不知，快主禀母亲长走。儿啊，这是哪来的招讨帅印呐？母亲不知，孩儿今日进京，正赶上万岁在京城立帅，孩儿下在朝堂，设了个奸船进前殿。要是那个奸情落地，那王文小子不服孩儿，要与我比武，被我挥马才刀，正好劈死马下。万岁不怪罪于我，因此我招讨帅印，娘啊，叫你正东城。你是在家挂帅平罪吗？你是个好的呀，哎，我是个好的人前来啊。娘啊，何事啊？奴才。
还不与我跪下？哦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起来啦！啊！所幸你帮了为王，要往哪里前去呢？太君不知，你领着奴才进京探视，不料他在酒场斗血光伦，夺了帅印，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，就不允许亲罪。帅印现在哪里？在此说让我看，这个快快转来，太君请
有
非常的激动。首先，我代表我们洛阳豫剧院，对在41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今天来到剧场，来到正大文化交流中心，来了很多老朋友，很多新朋友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。好。不归挂帅演过数百场了，很多老朋友每次演都看，特别是今天我知道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，河北的、北京的、天津的，这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。我再次代表我们豫剧院的全体演职员工表示感谢。好。要感谢我的恩师马金凤先生，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大的财富，更要感谢《穆桂英挂帅》这部剧，让我们结交了这么多老朋友，今天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特别激动。还有今天很多老师们啊，没照顾到，还有从今天上海来了好多尊敬的客人，还有我的很多老师，非常感谢。我想邀请今天晚上在座的所有朋友们，咱们大家共同演唱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乐队。